地杯，我是微微。安怎心情安怎？你头一天复工呢？嘿，今日是我休困差不多要2个月，今日头一天真正开始做工课，啊，搁用个熟悉到遮尔侪朋友，啊，甲遮尔侪我的节目的工作人员，我感觉真正足感动的。我感觉我家己上美丽的所在是我的自信。嘿，我互人感觉到我的自信，啊，搁有我甲人咧讲话的时阵啊，咧体验所有的代志的时阵，我的迄种足诚恳。就辛苦到底呢。辛苦。我感觉上美丽的所在应该是我足清澈，生了足清澈的，就是感觉吼，去到倒位，大家拢感觉是家己的小弟，家己的好朋友。我感觉生活爱美丽上重要就是爱欢喜，啊爱有自信。是，而且一定要爱想看咱的生活爱美丽。大礼拜五暗时9点，公司第一台邀请大家做伙来看《生活爱美丽》。啊，搁有 day 台语台，啊个 YouTube 频道，搁有公式家，嘛拢看得到。